係咪以為去咗呢一個泰國度假呢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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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最後一棟嘅4棟要加推啦，總共有一半面積係送俾你嘅，全贈送嘅空間嚟嘅，成間房有1/3又係送俾你嘅，係珠海全新4.0嘅物業入邊最平最容易入手嘅，你係揾唔到其他同。Hello， 歡迎收睇港樓 Channel 啊！喂，睇下港樓今日一身熱大造型啊，係咪以為去咗呢一個泰國度假呢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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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而家咧港樓咧就身處珠海全新4.0喺斗門嘅呢一個住宅啦。咁其實我都介紹咗好多次啦，今日隆重其事就係因為佢最後一棟嘅4棟要加推啦，趁住呢個5·1隆重上市啦，total先得個60零套啊，所以今日嗱聲急腳咧就趕過嚟拍攝俾大家睇 ，Go Go！ 哇！呢一個咧泳池咧，每次嚟咧都震撼到我。你睇呢度啲綠植咧，其實今日個天氣唔算太好，平日呢度藍天白雲仲正。即係我 zoom 俾大家睇下，由佢呢一個位置，我好中意嘅。佢下沉式嘅呢個咧坐位咧，勁似嗰啲度假邊咧喺度 hea 住嘆住杯雞尾酒嗰啲位啊，一直 zoom 過去。見到未？呢個位呢，就係平時我哋入嚟嘅地方，就係你等於好似 check in 酒店咁樣，就翻你屋企啊！真係超級正啊！嗱，港樓呢，又一次嚟到佢個沙盤啦，每一次都見到佢完美售罄，完美售罄。咁啊，火爆熱銷呢，基本上得翻你見到12棟啦、9棟啦、6棟嘅，連3棟都已經售罄咗啦。之前介紹俾觀眾朋友嘅，就係呢個4棟啦。你見到其實呢，前面2條梯腿呢就係85，後邊就係95嘅，以2梯4戶嘅佈局去分佈㗎。咁而家呢，最平嘅呢，就係而家目前你見到前面呢條梯腿85呢一隻啦，70零萬啊！最平咧低樓層嘅咧79萬起咧就已經可以擁有一套珠海新規4.0嘅住宅啦，超正！咁如果你想大少少嘅，就係揾翻後邊2條梯腿95嘅95呢個咧，你見到其實佢唔同嘅咧就係、你見到前面嗰個咧1、2樓層開始咧先至計上咧，第3樓先係85嘅，但係95呢一隻咧由1樓開始咧一路向上咧。total 18層啊！你見到呢一度全部都係95嘅。換言之，如果佢1樓最平嘅嗰套95南北通啊雙陽台呢一隻單位嘅話咧，80零萬啊就可以上車啦。Very good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穿過佢呢個咁尊貴攞咗奧斯卡金獎嘅會所之後咧，即刻上呢套單位睇真啲，再重溫多次85嘅魔力啦 ，Go！嗱，我又嚟到呢一個龍湖天壇85平方嘅樣板間啦。咁由於咧，其實個樣板間咧係冇 set 喺呢個實體樣板樓㗎，全部都係異地樣板間㗎。所以咧，我逐點咧再幫大家擊破有啲咩贈送，有啲咩嘢係需要留意嘅。Go！ 咁入到嚟咧，呢一個85平方嘅樣板間咧，見到呢一組位置啊，見到未？嗱，成個連鞋櫃呢一啲咧係全部交樓俾你嘅。咁我開俾你睇下。成個嗰個儲物空間咧係非常之足夠㗎嚇，嗱，成個揼，下面咧就總於係預留咗一個啱啱翻屋企嘅6層區，咁樣你踢咗對鞋入去咧，示範一下先，剝咗鞋踢入去，然之後咧呢度就乾手淨腳就可以翻屋企啦。嗱，咁閂翻呢一道鞋櫃之後咧，你見到咧樣板間成面。好似以為都係貴送俾你啊 ！No！ 嗱，呢一個位咧，其實係一個 S 型嘅一個暗藏位嚟嘅。咁望一望啦，成日啲人話見唔到雪櫃，因為佢係收埋咗喺呢一度嘅，所以到時咧你係可以模仿晒佢嘅設計，由呢一個入門口呢一度一直延伸過嚟，做好即係好隱藏式嘅雪櫃位啊！勁好用啊！呢個 lift 位，你唔好以為係古怪嘅啫啊嚇，係啦。然後啦，成個 U 型嘅廚房見到未？其實個空間感係超級大嘅，即係我一個港樓、2個港樓、3個港樓，然之後打橫1、2、3咁樣，喂，3乘3喎，9個港樓喺呢一個廚房咧，都完全冇問題啊！細則咧，真係呢一個係個魔術空間師嚟㗎。穿過呢個廚房咧，你見到樣板間咧就
剝穿咗，有啲似出面咧 fine dining 嘅餐廳，即係外面咧 welcome 客戶嗰個位啊。但係其實實質咧佢係一個實場嚟嘅，但係你都可以好似佢咁樣做，咁樣就會再靚仔啲，再 fancy 啲啦。咁你見到餐客廳咧係一體化設計，一路連通去呢一個露台位，呢一個咧係足足成3.6米闊嘅一個露台嚟嘅。咁值得一提嘅就係你見到其實呢個位置細節就喺呢一度啦，見到未？此處為呢一個陽台嘅分割線，咩意思呢？即是話呢個客廳入邊，你見到大概有1/3嘅位置，連埋個露台，總共有一半面積係送俾你嘅，所以佢先可以做到咁高嘅使用率，85平方可以做到3房2廳2衛嘅設計。轉個角度啦，跟住就會見到呢個房咧，你見到好似連住個背景牆，呢個電視背景牆剝穿咗，咁呢個係做創意樣板間嘅設計啦。如果你對房間要求唔多嘅情況下咧，你完全係好似好咁樣去設計嘅，咁一樣啦。佢所謂嘅呢個位窗台位，你而家見到得呢一度，其實 no，嗱，你見到地下呢一條線，此處為飄窗，換言之就由呢個位置一路掕到去窗台呢一個位置，都係全贈送嘅空間嚟嘅，所以佢咧點解可以咁實用就係咁解。好啦，旁邊你見到呢一個就係嗰個公共洗手間啦，呢個位咧係完全冇呢個飄窗嘅，所以係勁好使，即係無論轉身啊、彎腰啊呢啲，全部都係夠晒空間嘅。好啦，到隔離房啦，呢一個位咧，你見到一個 L 型曲尺窗嘅一個飄窗台嘅位置，所以咧你睇翻個圖紙，由呢度一路冧過去到旁邊呢一個位置咧，都係一個全贈送嘅飄窗嘅，所以你好似佢咁樣利用咧，成間房啊更加之合理，更加市正。好，入到主人套房啦，跟住你見到主人套房有套廁就唔使講啦。不過咧，次次我都會講啊，略嫌呢一個套廁呢一個位咧係 set 得比較細少少嘅，即係可以改動嘅呢個位嚇，可以跟進嘅。咁去翻呢度啦，你見到呢一個房間嘅大細咧，其實係非常之適中啦，做3邊落床1.8米咧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啊，留意翻啦，就係呢一個位其實原則咧係一個露台位嚟嘅，你知道嘛？所以佢等於幫你將呢個位成間房有1/3又係送俾你㗎，勁！港樓咧就介紹完呢個85平方呢一個最平價嘅單位，只需要70零萬咧就可以上車啦。當然啦，70零萬係指啲低樓層嘅，但係如果高舊樓層嘅話咧，大概都係80萬鬆啲咧就已經可以入手。講真，呢一個戶型係珠海全新4.0嘅物業入邊最平、最容易入手嘅，你係揾唔到其他同區係冇一個任何一個住宅係會有咁靚嘅會所、咁好嘅使用率，就只有呢一度，就只有呢度你可以70零萬可以上車4代住宅喎，即係我喺任何地方都見唔到。咁啊，屏幕前嘅你如果見到嘅話，麻煩喺下邊留言俾阿港樓啊嚇。咁另外就係好多人會 compare 95呢一隻積嘅，因為龍湖天蘭咧不嬲都冇做95嘅樣板間嘅，就等於係85嘅一個 upgrade 版。其實佢都係95呢一隻咧，都係做緊呢一個3房2廳2廁一模一樣嘅。咁只不過咧佢就多咗10個平方，而且就係可以做到南北通透，係唯一呢個地方唔同嘅。如果你嘅預算輕鬆啲啲嘅，你有80零萬至90萬預算咧，你就可以執翻套95平方大面積嘅3房2廳2廁嘅格局啦。咁咧就想同大家咧分析下關於4棟咧嗰個日照採光嘅問題，咁我就分咗嗰個夏至時間啦，同埋冬至時間同大家去講解嘅。咁我哋先講下夏天啦，夏至時間啦，由6點鐘開始咧，02戶型95平方嗰個咧就先感受到第一線嘅陽光嘅。咁按順序啦，03、04戶型咧同樣都可以享受到嘅。咁去到10點鐘啦，95平方嘅01戶型嘅高層單位咧都開始咧享受到呢個日照時間嘅。咁值得留意就係01戶型95平方嘅咧嘅低樓層嘅單位咧，可以享受到日照時間，相對於其他3個戶型嚟講會少啲一啲啲嘅。咁對採光有要求嘅朋友仔咧，咁我就可以避開呢一個戶型啦。咁嚟到冬至時間啦，由朝頭早8點鐘開始咧，4個戶型嘅中高樓層咧都可以感受到冬日嘅暖陽嘅，一直去到中午嘅12點。但係呢一個時候咧就可以見到啦，02戶型咧除咗高樓層嘅住戶之外，其他住戶嘅採光咧都會比03戶型咧做到遮擋嘅。
總結嚟講咧，就係無論冬至時間啦，定係夏至時間，想有日照時間多啲嘅話，就可以揀翻85平方嘅0304戶型就最正啦。嗱，都係嚟翻咧呢一個泳池邊咧，同大家做個 conclusion 啦。其實咧，縱觀成個珠海啦，你係冇辦法以一個咁低廉嘅價錢咧，可以入手到咁靚嘅珠海新規4.0嘅住宅，有咁豪華嘅會所，哇！真係趴喺度咧，有呢一種喺度度緊假嘅感覺，講樓完全都唔覺得自己似係翻緊工啊！係啦，咁呢一個斷貨王今次加推呢個4棟咧，其實 total 得60零套單位，我相信咧好快就會斷貨噶啦。咁講緊成個西區啦，除咗呢一度有85同埋95呢一隻嘅4代宅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個琴湖學院嘅。不過琴湖學院嗰邊咧就主講緊係一個叫做學區。學區係咩意思咧？就係可能熒幕前嘅你，即係可能香港或者澳門朋友咧，都唔係話咁需要，同埋佢係冇呢度咁靚嘅會所嘅，所以呢一度難怪可以成為真正嘅斷貨王。好啦，廢話唔少講啦。如果你都想咧攞到更多呢個樓盤嘅資料，以及呢個85平方同埋95平方，仲有咩樓層可以揀呢？嗱聲聯絡埋啫，一齊過嚟龍門天華度假啦喂！耶，拜拜。